如果你而家正在尋找一個景觀一流、配備高端、地段超方便嘅夢想家園，咁你今日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個位於本拿比 Brentwood 社區嘅中高層角落單位。個地址就係3307-4890 Low Heath Highway Burnaby。大樓嘅名稱咧就係 Hillside East by Concord Brentwood Tower D。呢一間擁有2個睡房加1個書房，而個書房咧係可以大到好似可以當做第3個睡房。1年新嘅豪華單位，室內面積926平方英尺，再加上超大嘅477平方英尺嘅加熱陽台，室內外合計咧達到1383平方英尺嘅生活空間。呢一個咧係中高樓層嘅角落單位，擁有極佳嘅自然光線。最正咧就係從陽台同埋客廳咧可以俯瞰壯麗嘅北岸山景同埋城市景觀，真係非常驚豔。呢一個單位咧配備有中央空調，舒適1年4季。Bosch 嘅博世品牌廚房嘅電器，高效能又有質感。24小時嘅禮賓服務，專榮體驗滿分。打開完全寬闊嘅陽台門，而陽台咧亦都設有2個加熱器同埋瓷磚嘅地板。客廳同埋飯廳都配備咗電動窗簾。喺依度生活咧就好似住喺度假村咁。住戶嘅專屬設備咧係包括咗健身房、瑜伽室、音樂練習室、乒乓球室、寵物美容區同埋洗車區，仲有好舒適嘅住戶會所空間可以使用。而呢個地點咧就真係好方便，喺依度步行5至7分鐘咧就可以去到 Brentwood 購物中心同埋 SkyTrain 接運。為咗幫助你咧更加好咁樣想像咧未來嘅居住空間咧，我哋特別咧就準備咗一啲虛擬擺設嘅照片 （Virtual Staging）， 展示呢個單位嘅潛在嘅 decoration 啊、裝飾啊同埋一啲家具嘅配置，俾大家參考。我同大家總結一下依間屋嘅特點：1年嘅新屋，景觀絕美，高品質嘅建築與社區，優越嘅地段，配套齊全。如果你對呢個單位咧感興趣咧，歡迎留言啦，同埋聯絡我哋預約睇房。影片下方咧就有詳細嘅連結，點進去咧就會睇更多嘅照片同埋資訊。記得幫我哋撳 like、訂閱、開啟小鈴鐘。我哋下次再帶大家睇更多嘅靚樓盤。我哋下條影片見啦，拜拜。